大家平安。来看这条二元一次方程式，35x 减27y 等于43，27x 减35y 等于19。问讲 x 甲 y 的答案是偌济？好，这条要安怎来处理？咱知影讲，咧解即款二元一次方程式的时阵，有两种撇步，一种是代入法，另外一种是加减法，吼、即款题目用加减法较好来处理。要安怎来做？35、27无共款啊。毋过若是要变共款，爱找35甲27的详细公因数。毋过35甲27的详细公因数足大诶。即种题目甲一般咱咧算诶加减法较无共款。伊有较特别撇步。即摆来听我解说。这是头一条。第二条，即款题目有一个特色，就是加35，加嘛35，加27，加嘛27。所以我做一项代志，我就甲第一式甲第二式三天，即个时阵会变做是62x 减62y。会等于62，真拄好。所以这个时阵，两边我用62来分，会变做是 x 减 y 等于1。我叫第三条，安尼就变足简单。刷落来共款，我甲第一条减第二条。这边35x 减27x 会变做是8x。好，这两个三减会变做是负27y 去减负的35y 会变做是负27y 加35y，就变做是加8y。好，三减这边三减24，共款，两边的数字拢是伊的系数 x、y 的系数，甲定数项拢是倍数。好，我甲两边拢分互8，就变做是 x 加 y 平3。好，这是第四条。好，安尼真简单。第三条足清气，第四条嘛足清气。我就用这两条来解 x、y。咱继续。所以第三条加第四条就变做是2倍 x 等于4，所以 x 就是2。过来，我就把这个 x 等于2，甲伊录入去，迄款第四条。我甲录入去第四条，就变做是2加 y 平3，所以 y 就是1。安尼就结束。